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0月2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这个胡适可以说让金融消费者非常糟心呐。指数虽然没有怎么跌，但是散户恐怕又要消费这个不少钱呢，要买单呢。A 股低开震荡午后沪指和科创50一度翻红。截至收盘，沪指和科创50微跌，沪指只跌了 0.07%， 深成指跌 0.6%， 创业板跌 0.79%， 个股涨多跌多涨少一共是2280家上涨，2965家下跌。我看了一下又是银行股在继续做贡献今天这个盘面还是这个叫大手在托盘，在操纵这个指数为什么呢？今天的这个沪深两市成交额继续萎缩，只有 1.67 万，比这个上个交易日又少了2000亿这个很快就到这个 1.5 万亿了这个缩量缩的有点狠了我以前说咱们沪市这个成交量在2万亿以上这个风险还不大，因为大家都比较活跃，每个人都还有信心觉得都有机会，所以买的也多，卖的也多，进出繁忙嘛。那现在呢，成交量萎缩，对吧？现在只有 1.67 万亿，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资金它现在犹豫，对吧？它高抛之后它不进去了，越来越多的资金选择观望。一方面说明这些金融消费者他越来越谨慎，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因为毕竟已经到了3900点嘛，这个高位在这儿震荡，很多人恐怕选择出来看。你要突破了4000点，他再进去。有很多人这么想的就是说你突破了4000点，你再回调，我再进去，否则我就观望了。还有一个呢，有可能是在等这个重要的会议看看有没有什么利好或者利空，对吧？就等消息，等风来。还有一个恐怕就是跟特朗普就防着特朗普，就是天不怕风不怕就怕特朗普周末，对吧？要说话。前2天说的是看好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对吧？会解决。别到周末他又发什么飙，很多金融消费者还是被他搞怕了，选择出来看一看。所以走出这么个姿势这个 1.67 万亿，那就相当于这1个多月2月这算是地量，算是这个缩量比较极致。刚才也说了它是拉这个银行股稳住了。如果不是拉银行股的话，那这大盘很有可能是要这个下跌的要收个中阴线。但是由于这个指数失真，对吧？为什么说指数失真呢？你看看这个农行它居然14连阳，就问你喜不喜欢，对吧？就问你服不服这农业银行14连阳，而且市值2.83万亿，成为 A 股第一。反正这个一般的金融消费者不喜欢买这样的股票，对吧？有也是偶尔的，少量配置一下。结果就这股票14连阳，创新高，对吧？美股有英伟达，咱们有英伟达这是我看媒体说的。总之这个缩量应该来说是个不好的信号，尤其明天周五是吧？也还得小心这个明天难道还要拉指标股吗？明天动用什么券商或者大消费反弹一下？我昨天就说了这个主力很厉害，用少量的成交就能控制大盘，对吧？你看成交量萎缩成这样，大盘没这么大跌，然后大部分股票都是下跌的。问题是你拉银行股，你还能拉到什么时候呢？银行股都冒烟了。首先你看这个券商中国报道说利率下调最高80个基点，多家银行行动，4季度伊始，区域性中小银行拉开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序幕。据券商中国记者不完全梳理，10月以来已有平阳浦发村镇银行、松县幸福村镇银行、汕头湾海农商银行等等就这些村镇银行等10余家中小银行密集公告下调存款利率。此外，江苏苏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等2家民营银行也在近日发布通知，加入存款利率下调队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本来这些村镇银行、城商行他们这个存款利率都非常高的，要不然他没办法吸引别人来存钱呢，他们都扛不住了下调这个存款利率，实际上就显示银行目前的经营环境存贷差越来越小，扛不住。还有凤凰网财经报道
说员工被要求退还3年过节费，广州农商行回应。他这个是第一财经的报道，说近日多名农商行员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该行要求员工退回3年前至今的过节费，此事引发业内关注，要求先交2500，也就是说你退这3年的过节费，这过节费怎么退呢？就每个人都扣2500，然后具体的会在工资里面再去细算到底扣多少，多退少补，反正每个人先在工资里面给你扣掉2500再说。这是过节费，这个前3年发的过节费退回来。一名该行员工称另一名员工也表示，没有看到相关的书面通知，而是由分支行的行长一层一层口头传达，要求员工将2022年后所有过节费退回，每人合计接近1.4万元。第一期先退2500，后续从工资里扣。还有员工透露，上述过节费或涉及合规问题，因此被要求退回。第一财经发现上述网帖均指向广州农商行，就此第一财经向该行求证。广州农商行回应称，一方面这是我行进一步规范津贴福利发放，确保符合相关制度和规定；另一方面，我行也向全行员工说明了相关情况，绝大部分员工予以理解和支持。据了解说此前也曾出现过有别的银行要求员工退过节费的先例，比如2022年，一银行员工发帖称，收到行里的通知，要求退回2019年冬至节日过节费600元。什么意思呢？不管怎么说都说明这个银行现在实际上压力非常大，对吧？开始跟员工算过去的过节费发多了或者不该发，你给退回来。还有，对吧？是别的原因导致的，但是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银行经营压力大。如果这个银行又是开始赚钱赚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民生银行的行长2017年还是20几年说的，说银行赚钱都赚到自己不好意思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想想如果是赚钱的赚到自己不好意思了，那你说给员工发什么过节费，这叫什么事？这不叫事那现在还有员工把前年的大前年的过节费给退回来，就说明银行赚钱很难了。所以说这个农行能够14连阳，就问你服不服，对吧？美的有英伟达，说咱们胡适就有英伟达。不过大家不要担心这个高盛又来打气了这个关键的时候不能没有高盛对吧？就在这个咱们胡适举棋不定，这个叫停步不前，在这犹豫的时候，高盛又来送温暖来打气。这高盛怎么说的呢？我看这个财联社报道说高盛说中国股市慢牛正在形成，预计关键指数到2027年底有约30%的上涨空间。也就是说咱们到2027年如果沪指的话，那应该在5000点左右，慢牛已经形成了不要怀疑。说10月22号电，高盛发布研报称，中国股市将进入更为持久的上涨阶段，预计关键指数到2027年将有约30%的上涨空间，主要由12%的盈利趋势增长和5%到10%的进一步重估潜力推动。分析师等在报告中指出，持久牛市的理由包括需求端刺激和新的5年规划相结合，有助于增长再平衡和缓解内部风险。人工智能正重塑盈利格局， AI 资本支出对利润的提振正在兑现。中国股票相对全球股市仍存在深度的折价，潜在的中国资产再配置资金规模可达数万亿美元。随着牛市的展开，宏观风险仍可能引发阶段性回调，但主导心态应从逢高减仓转向逢低买入这是高盛说的也就是高盛建议逢低买入要一回调你就要买，因为这个到2027年底还有30%的涨幅专家说的指数牛市，对吧？慢牛实际上指的是指数牛市这个我在以前就说过这种牛市和散户赚钱，但是那是两个概念。你看现在指数不已经到了快4000点了吗？但是真正散户赚钱的很少建功爷叔这样的人恐怕是多数今年入市了也有可能赚了一些钱，但是
你要记住，爷叔啊，刚入市的时候也赚钱了，对吧？爷叔刚入市的时候买的那个建工啊，6块钱买的，涨到10几块钱他都没卖，现在对吧？一套10几年。我看有人说啊，这个胡适啊，操盘手啊，这些镰刀啊非常厉害。哎，他们这个涨啊，就是围着散户涨，就是散户喜欢的股票都不涨，对吧？散户不敢买的股票都涨，然后涨完这个让散户去追，都是这么个操作手段啊。这个指数牛市，对不对？散户还没赚到钱呢，这个大股东啊就要跑了，越来越多的啊大股东要减仓，要减持啊。这个现在你看，难得啊，指数在3900点震荡，所以这个发布减持公告的公司也跟着多了起来。一觉醒来啊，昨晚又新增了12家公司发布减持公告，其中有5家公司拟减持超过总股本的 2%， 里面包含了一家包装印刷龙头公司和一家家电零部件行业的龙头公司，什么啊，香港股份、东瑞股份、华林线缆、拓山重工，很多啊。前不久有一家公司，对吧？那个实际控制人要协议转让，一转让完之后他就变成2股东了，他大股东都不要了，就这么狠。关于这个大股东减持啊，关于慢牛，我们看看这个刘继鹏老师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啊。这2天啊，市场好像指数有一点小回撤，中小投资者又开始有点怀疑。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最近很多这个股市的一些粉红啊，还有一些讲解师都在谈，说马上要回撤了，有的还甚至公开讲是要都卖出来。我觉得这里边可能跟认识论上还是比较有差异的。其实这2天可能跟特朗普这个政策是有点关系的，关税这个政策，我感觉如果从外部看，就是特朗普这个政策，特别是加征100%关税，这个对市场的影响还是有的。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人基本上反复无常，有可能，比如说我们 APEC 峰会，对2国首脑估计30号可能还要见一次，他那个贝森特这个财政部长和我们的何立峰副总理也会谈了。其实双方谈的还是特朗普这个交易的艺术，他最终总得成交，这才叫交易成艺术啊。你说最后弄成一个基本上100%以上，基本就不可能了，没法往来了。而且从特朗普目前他的主要精力，他应该是放在国内，明年的中期选举是他的很大的问题。没错。所以你说他跟中国这个件事，严格说，他就是个艺术手段。对。所以前面给你上100%，最后他可能再妥协。对，这是一个外因。但是这个因素，我们的很多投资人可能也加上市场从4月份以来涨了将近有800点了。800点这个过程可能也需要一定回调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其实觉得我们内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有的同志会觉得这个涨得快了。因此呢，是希望让大股东减持来调节一下这个股价，所以最近这个披露的大股东减持呢也特别多。9月份就438个公司，就光1个月，而且这个势头还很猛。当然，这个里边是一个重大的国内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这个中国5400家公司普遍存在的这个一股独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严格说确实是值得高度的重视。既然这是个特殊的国情，就西方的股市上没有这么多一股独大，它也有，是吧？但是很少。你看美国基本上，我昨天让我的学生做了个统计啊，可能最大的就那2、3家，超过20%以上的也就是10家左右。美国是6000家上市公司，我们现在是5400家，普遍存在。而且这个量我还测算了一下，可能大概至少要15万亿以上。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大股东的原始股啊，它这个在股改上市的时候，它就5毛钱，5毛钱经过资产评估，什么土地增值，什么无形资产，这一下它就增长1倍。我还算了个账，你比如说资产评估是就总资产而言的，所以资产评估你增长50%，负债它没关系啊，还是那个数，最后就都贴到净资产上。2个亿这个总资产，负债1个亿，净资产1个亿。如果资产评估总资产而言增长50%，增长1个亿，还是减掉1个亿的负债，那净资产就变成2个亿了。2个亿它如果折成2亿股，每股1块钱，那不就是5毛钱吗？所以现在一发行价，特别是我们科创板、创业板，基本都30-50块钱。我曾经统计过创业板前200家的
一个一个算的，72倍的市盈率，31块钱的发行价。当时我跟纳斯达克这个中国的首代就交流这，他说你们这个真的不正常，我们个别的企业有上百的，但是你们这平均200家就72倍，这个真的罕见。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看到了，上市前保持高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要高比例。你比如像那个华星原创科创板第一家，那是个夫妻店，他们的做法就是原始股，他们折了3亿6千万股，然后发了4100万股，合起来就4个亿100万股。因为我们达到4个亿之后，可流通量达到10%就行，4个亿里边你有4000万就行。上市之后，这夫妻俩还持90%，这么90%的量，你说要到市场上，那你要请到的话，我估计现在的股票也得30-40块钱，你说有多大呀？啊，随便减个30-40，这套现你说这30它就可以控股，它现在90，从5毛钱一股到30-40块钱一股。我最近也写了一个报告，就是关于根治一股独大减持的治本方略。因为我算了一下，我们前几次啊，就是市场出现反复，跟这个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到底需要多少资金才能满足上市之后的这种民营企业的减持？我们现在5400家，1450家是国有的，将近4000家都是民营的，民营也是一股独大。现在民营的减持冲动很强，如果他的精力都放到个股的减持上，而不是把上市公司做大做强，说股民被割韭菜，也就是在这儿。按照刘继鹏老师这个观点啊，对吧？这个慢牛，也就是说每天也就别多涨啊，就涨1%，在这个幅度以下，涨一点，再跌一点，跌一点再涨一点，对吧？涨2天，回调1天，错落有致，对吧？这样让指数啊一直呈现这么一个慢牛的走势。至于个股呢，那就看它，对吧？这个倒不重要，个股分化呀，个股结构性调整，对吧？是至于银行股涨呢，还是券商，还是科技股，还是白酒等等啊？那当然最好是科技股涨了，然后这样啊把指数给托起来。实际上啊，我这个观点都是叫人为干预股市，这个和资本市场这种市场经济啊，这是背道而驰啊。你这个和赌场做抽老千有啥区别啊？对吧？这种指数慢牛啊，那只会让更多的金融消费者亏钱，因为这么多玩家，对吧？我记得我在有一期节目讲了，那个有个证券专家。这个李顺雷对吧，也是这观点呢，就是你看这个资本市场参与的人啊，大股东、上市公司对吧，实际控制人、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对吧，还有国家收印花税，这个交易所要收这个手续费对吧，证券公司要收也佣金对吧，这都是固定的要收钱的，人家要赚钱啊，就像赌场抽水，然后这个国家队救市，人家要赚钱，不能赔钱吧。社保基金对吧？这个是老百姓的养老钱呢，保命钱，你总不能在里面赔吧？还有保险资金也不能赔啊。那你说这么多人都要保赚的，对吧？他们是只能赚不能赔，那你说谁赔呢？剩下就是散户了，要么就是散户，要么就是散户买的基金对吧？要么就是散户买的理财，就这种什么私募，反正最终是散户买单嘛。就这些人赔都是散户买单，账就是这么个账啊。所以说散户不要因为现在尝到了一点甜头就忘乎所以啊！你看这指数稍微涨一涨，大股东就慌不择路啊，减持啊，套现了，有的连控制权都不要了，这对他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既然你喜欢，他把筹码全给你，人家还打7折卖给你。今天啊，也有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啊，这个 A 股地产股再掀涨停潮，发生了什么？地产股大幅拉升，银星发展、天宝基建等10股涨停。这是新浪证券报道的啊。地产股做什么妖呢？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有人在赌这个会议啊？对吧？这不正在开会吗？会不会出台对这个房地产有利的这个政策、救市措施啊？不管它是什么赌什么啊，什么政策有还是没有，都是反弹股啊。每反弹一次都是你逃命的机会啊，没什么好说的啊。对吧？你说这个房地产现在的走势是加速下跌，房企都是在加速崩盘，居然这个房地产股票还居然能涨停，这难道是哀兵必胜吗？除非这些房企啊都转型，说我们也是搞算力，反正它空房子多嘛，对吧？空房子里面搞一服务器，转型做算力，
要不也就对吧，凑钱收购一个这个什么芯片公司，搞人工智能。最后我们再看看胡锡进老师啊，这个胡锡进老师啊，最近啊非常奇怪啊，对这个他的2个老朋友互殴啊，就是巴铁和那个阿铁，或者叫塔铁，塔利班，两人互殴，对吧？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互相炸。胡锡进老师到现在为止就是3缄7口啊，坚决不评论。胡锡进老师这个人，他评论的范围非常广啊，从日本的这个内阁，日本的这个什么高市早苗啊，成为日本第1女首相，哎，他也看不过去，一顿评论。然后又是澳大利亚的一架什么侦察机飞错了地方，他也一顿评论。然后这特朗普啊跟泽伦斯基闹不愉快，哎，他也一顿评论。然后这个荷兰安氏半导体，他也一顿评论。没有他不懂的啊，他就唯独啊这个他的2个老朋友打起来了，他就是一个字都不提，就当做没看见。胡锡进老师他不可能啊没有警惕性的，因为胡锡进老师他说了，他是什么守卫舆论边疆啊。你想这个2个老铁打起来，那是咱们的后花园呐，那是咱们苦心经营的地方，是吧？那个什么港，那叫瓜达尔港，叫什么港，在巴铁那儿，对不对？对吧？作为这个嗅觉啊非常灵敏的胡锡进老师，那不可能啊，而且这个站位比较高的胡锡进老师啊，他不可能不知道2个老朋友打起来了，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这不能说是吗？而且这个胡锡进老师最推崇的这个塔铁啊，这个叫阿铁啊，跟三哥现在是眉来眼去的，勾勾搭搭，你说这个能忍吗？不能忍吧？这个巴铁跟美帝也眉来眼去的，你说这都叫什么事？我记得这个咱们巴铁对吧，跟这个三哥闹矛盾的时候，不是双方把飞机打下来了吗？那胡锡进老师那个兴高采烈，对不对？各种小道消息，各种外媒报道他的解读，唯独啊胡锡进老师2个老铁打起来，胡锡进老师居然失语，这个匪夷所思啊！我认为啊胡锡进老师啊欠他粉丝一个解释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